今年9月初將會舉行新州市議會選舉，悉尼西北區 Ryde 獨立市議員李永斌將會角逐連任。上個禮拜佢喺出席伊士活高齡華人會聚會嘅時候，同時舉行競選連任啟動禮。李永斌表示，4年前初出茅廬，憑住一股衝勁獲得議席。喺呢4年裏邊，喺好多朋友同埋市民支持之下，開展咗好多工作，積極為當地嘅居民服務。佢承諾，如果再次當選，將會繼續為當地嘅居民爭取更大嘅權益同埋福利。喺嚟緊呢個9月份呢，我係會再次請求啲市民支持我啦。有咗佢哋支持呢，我就可以繼續喺呢個市議會度代表佢哋講説話。同埋有咗佢哋支持呢，我就可以喺市議會度呢繼續幫市民爭取新嘅福利。根據資料顯示，Ryde 市有人口10萬08000人，其中華人約佔2成。